去年台中市政府定儿童节活动，各国小会当伫儿童节的迄礼拜选一日，唔免排册包，嘛唔免穿制服，唔免踮伫教室，嘛无功课。也毋过传出讲今年取消这个活动咯。也毋过教育局是表示讲，其实是无取消。今年是授权学校家己来发挥创意，看要伫儿童节来办啥物活动，拢会当。 伫咧校园走来走去佚佗，儿童节即要到咯。去年台中市府订定欢庆儿童节活动计划，互国小伫咧儿童节迄一礼拜经一天，学生唔免排册包，唔免穿制服，唔免待伫咧教室，而且无功课，安排多元的创意学习活动。但是今年传出取消，小朋友听到消息拢感觉真失望。我比较喜欢去年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平常功课就很多了，那天就儿童节就可以不用写功课，然后也不用带书包，感觉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玩。会觉得平常课业的压力就很大了。有点。其实台中市10多年前就曾经举办过三一无的活动，但是后来转型为儿童嘉年华探索活动。去年考量新课纲，强调学生素养跳脱传统学习，又搁复办三一无的活动。中庆国小今年儿童节决定改以结合实务均衡，举办关键实在的活动。校方认为拢是学习的过程，师生拢会做好调适，欢喜参与。创意活动他们都乐在当中。那我觉得我们老师更是聪明哈，他们也会很技巧性的引导。因为就算不带书包，那没有上下课，但是我们就变成一整天的。 不是只有活动而已，其实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。也尊重各校的创意发想，所以我们今年度就是以儿童节的活动主题来定，就是以我的兴趣、我的超能力来鼓励各校设计活动，让学生可以有一个展现才能的机会。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，今年定我的兴趣、我的超能力作为儿童节的主题，授权学校家己安排多元的活动，无搁限制伫咧去年三一无的小确幸，互学生欢喜过节，也尊重学校的创意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